大家好，我係白妹。呢個世界我哋可以分為兩種人，生活精英，有一種人我哋可以叫佢做生活精英，佢哋嘅眼神總係閃閃發亮，佢哋好似知道晒世界上嘅一切真理。而另外一種眼神都總係閃閃發亮，不過嗰種閃發有少少唔同，佢哋嘅面上多咗一抹唔知自信喺邊度嚟嘅笑容，而且總係會發出一啲奇怪嘅笑聲。佢哋就係生活白痴。係就係我啊！所有帶得喺身上嘅嘢呢，都是我俾我仔唔見。銀包啦，Oyster 卡啦，鎖匙啦，渣女，仲有你遮啦。始亂終棄，渣女。喂，唔好走啊你，唔好走啊！你走咗咧，你唔會再翻嚟噶啦，你實唔記得我噶。喂，好飽，喂，渣女。月台空隙恐懼症。地鐵月台同車廂之間嘅空隙，雖然目測只有4至5寸，但佢就好似一個無邊無際嘅黑洞，蘊含住一股黑暗嘅力量，好似會將所有值錢嘅嘢都吸晒入去。每一次門一打開，我嘅腎上腺素就會急劇飆升，因為只要一跨過去呢，我隻手唔知點解就會有忍唔住想鬆開我部電話嘅衝動。舊嘅唔去，新嘅點嚟呢？好啦，行啦。 Yes， 今次又安全過關。當我又沾唔自己再一次戰勝自己嘅時候，我隻鞋跌咗落個軌道度啊！我救咗部電話，但冇咗隻鞋啊！由細到大買鞋嘅時候，我都好唔中意腳趾公會掂到個鞋頭，所以呢，我平時都會買大一個碼。好處就係隻腳可以鬆動啲，壞處就係成日都仆街。係啊，咁我哋一陣去邊好啊？我哋去新開嗰個我行下甩咗隻鞋，之後再俾隻鞋棘到啊！你同我買啱 size 嘅鞋啊！就係咁，我一直都長期生活喺呢個隨時會同我對鞋分開嘅恐懼之中。係講翻喺地鐵跌咗對鞋嘅事，最後工作人員將我隻鞋夾翻上嚟。電話、銀包袋我都夾過，甩鞋真係第一次喎。唔知大家有冇呢啲甩碌經驗呢？歡迎留言分享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